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甲美国国务卿 Rubio 二是头摆讲电话，王毅讲无允准甲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。也那 Rubio 是讲无支持台湾独立，希望台湾问题通以两岸拢通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。 新的美国总统川普上任，美国国务卿罗比奥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头一摆通电话。王毅强调讲，无允准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，也个罗比奥家己较细致地为中国、美国伫未来甲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。罗比奥回应讲，因愿意甲中国好好啊沟通，找到共识，而且无支持台湾独立。不过希望台湾的问题以海峡两岸拢会当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。 针对罗比奥严正观测中国持续威胁台湾甲军事扩大，外交部是表示肯定。我方再次严正强调，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这已是长久以来的客观事实，也是台海的现状。外交部期待在台美关系坚实友好的基础上，未来进一步强化 与川普政府的合作，并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。连假的头一天，国防部侦查到28架厝的中国军机，甲8架厝的中国军舰，还有2粒空飘气球为台中家人飞过台湾的空袭。国军严密监控来应用。中国军方对台湾一直有威胁，不过即马两岸的交流出现进展。中国各台办证实，福建甲上海的探路团二是已经向台湾提出申请。 希望先经由小两会来磋商，因为两岸毕竟观光团已经断了5年了，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接轨。譬如说，两边的所谓未来观光的路线都需要重新安排。希望政府呢，应该好好的要把这个球接好，要积极的回应。 毕竟呢，我们观光产业呢，一个产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。希望呢，这个政府呢，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政治形态，多为我们观光产业着想。陆委会表示，中国旅客已经真侪年无来台湾，探路团上好经过观光小两会讨论了后，才去进行，嘛较周知。国内旅游业者认为讲，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，唔来当进行活动甲整体观光产业，今年嘛有机会会当达到1000万人次来台湾旅游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